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09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215天。根据乌克兰方面说法以及他们公布的一些视频来看，3月7号，乌克兰无人机攻击克里米亚上空，就是目标克里米亚多个地区，报告发生爆炸和防空活动。贝尔贝克机场附近报告发生袭击，诺夫多利夫卡机场遭到袭击，萨基持续发生爆炸，也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对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俄战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袭击。这个报道他没有说乌军无人机用的是谁的提供的情报或者叫信号，是美国的情报还是说已经换成法国或者英国或者德国的，并没有说。但是至少说明，虽然外界传言，白宫的女发言人也说了暂停了对乌克兰情报共享，但是乌军还是有能力对俄军的纵深进行打击，打击效果那就再说了。总之他还是能够发起对这机场对俄军的目标进行无人机打击。亲俄的信源报道，在库尔斯克州，俄军不仅在库里诺夫卡以西推进，几乎将苏贾方向乌战区的这个叫拦腰截断，还在马赫诺夫卡周边推进。在苏梅州，俄军从朱拉夫卡向东推进，逼近巴索夫卡。那通过俄罗斯方面的说法，那就是俄军利用美国切断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和这个情报共享，趁机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目前战线变化还不明，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最近乌军在库尔罗夫斯克也就是波克罗夫斯克红军村取得了进展，是不是说明普京他的策略发生变化？为了未来即将到来的谈判，那俄军优先任务是要解决库尔斯克问题，无论是进入苏梅切断库尔斯克乌军的后勤补给线，还是在这个库尔斯克这正面的对乌军发动冲锋说明这个俄军在乌东地区恐怕暂停了进攻，以防守为主，他要集中精力解决库尔斯克问题。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高级成员西姆斯发表声明称，向乌克兰人暂停重要情报的行为不可原谅。该消息发布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官方推特账户上，说今天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和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公开承认，特朗普总统暂停对乌克兰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作为情报委员会高级成员，我观察到我们与乌克兰伙伴的情报关系在抵御俄罗斯无情而摧残的进攻方面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它挽救了乌克兰军人和平民的生命，暂停向乌克兰提供物资以对抗普京的侵略本身就是不合情理的，但我们现在却不向正在战斗和死亡的乌克兰人提供救命的情报，说这种想法是不可原谅的，任何情报共享暂停都必须立即结束。3月7号，俄罗斯的军事评论网报道说，美国暂停与乌克兰共享情报后，美国商业卫星公司根据行政要求禁止乌克兰用户访问卫星图像。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刚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他说俄罗斯军队昨夜再次大规模袭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针对多个地区。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将继续保卫领空，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措施迫使俄罗斯停止战争。泽连斯基说，昨夜俄罗斯军队再次对我们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奥德萨、波尔塔瓦、切尔尼科夫和杰尔诺波尔等多个地区各种设施遭到攻击。俄军共使用了近70枚导弹，包括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以及近200架攻击无人机。所有这些袭击都针对保障正常生活的基础设施。目前各受损地区正在进行维修和恢复工作。不幸的是，普通居民楼也受到破坏。在哈尔科夫，一枚俄军导弹在一栋公寓楼附近爆炸，导致人员受伤，伤者正在接受必要的救治。今天，由法国提供的 F-16战斗机和幻影战机用于保卫乌克兰领空。这个泽连斯基说的 F-16和幻影正在保卫乌克兰的领空。他说，其中幻影战机成功拦截了俄罗斯的巡航导弹。感谢所有参与防御的人。我们还要特别表扬我们的防空导弹部队、陆军航空
封闭所有电子战部队以及机动火力小组的卓越表现。这个泽连斯基说，实现真正和平的第一步必须迫使这场战争唯一的根源，俄罗斯停止对生命的这种攻击，这是可以有效监测的。天空的寂静，禁止使用导弹、远程无人机和空投炸弹；海上的平静，真正保障正常航运。乌克兰随时准备走向和平，并且从战争爆发的第一秒起，我们就在为和平而努力。当前的任务就是迫使俄罗斯停止战争，也就是说，特朗普暂时终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以及停止情报共享，给乌军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无论是泽连斯基的表态，还是美国官方的说法，基本上已经验证了特朗普已经不再是说一说，靠外交、靠政治去打压 PUA 乌克兰，已经采取了实际行动。这个行动不管怎么说，它实际上就是帮助了俄军，已经越过了道义的红线了。为什么这么说？有很多人总说，人家美国不愿意援助乌克兰，有能耐你自己打，这个道理是不对的。因为当年布达佩斯这个协议备忘录已经说了，要对乌克兰进行援助。乌克兰当时应该是排名第3的核武库，就比英国、法国核武器还多，更别说大国了。乌克兰放弃了那些核武器和核载具，换得英法美俄这个叫保护。现在真正对乌克兰进行保护的只有英国做到了，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你美国帮乌克兰是义务责任。让人就是感觉滑稽可笑的是，特朗普后面他还要限制核武器的发展。特朗普称支持全球大国实现无核化。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3月6日对记者表示他支持全球大国实现无核化，因为核武器威力太疯狂了。你看特朗普这说法又是对的，全球无核化，但是他现在所做的事情恰恰相反，是核武器要扩散。就是乌克兰作为第一个主动放弃核武器的国家，下场是被人揍得鼻青脸肿，完了现在遭到各种侮辱、各种羞辱。卢比奥说乌克兰是代理人战争，这个就是对乌克兰的矮化。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他说乌克兰是代理人战争，代理谁呢？代理美国，美国跟俄罗斯之间打仗，这个就叫睁着眼睛说瞎话，对乌克兰各种打压 PUA。 大家想象一下你说哪个有核国家愿意说我把核武器放弃？这个活生生的例子乌克兰就放在这摆着的，谁那么傻呀？不仅不会放弃核武器，反而会积极发展，要向美国和俄罗斯看齐。他的比你有6000颗，咱人也得16000颗去整，因为事实证明你核武器越多你越有理你的拳头越硬，你说话就好使，你就可以侵略欺负别人不受惩罚。那没有核武器的小国家那就得玩命整核武器，谁能听你胡说八道？你那保障有用吗？你不说了保护乌克兰对吧？结果乌克兰被人欺负，谁管他？所以你再怎么忽悠人家也要搞核武器。所以你看特朗普他做的事情，如果特朗普真的想搞无核化，建议大国都削减核武器，小国家别搞了，核不扩散，你们搞核武器没用，还得花钱，那你就要帮乌克兰实现他没有核武器，他主动把核武器放弃了。他虽然遭到别人侵略，但是有正义在，道义在，全世界都帮他打败侵略者。你这样那些小国才会听你的。为什么？既然有人主持公道，那我为什么我自己还搞核武器？那玩意死贵的，费钱。所以你看特朗普言行不一，特朗普现在跟俄罗斯要两人捣鼓，准备让伊朗无核化，去制造核武器。那你说这个时候伊朗他敢放弃吗？打心眼他不会放弃。虽然你要谈所谓的和谈，也只不过是拖延时间。放弃核武器的下场就是乌克兰，所以乌克兰胜利失败与否直接关系到核不扩散。我们再看欧盟峰会开出了什么一个结果。首先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他在欧盟峰会期间发表讲话，这个讲话很有意思这个意大利给人感觉是绥靖，因为他跟马斯克走得近，但是梅洛尼显然被特朗普和马斯克吓着了。首先本来意大利要用马斯克的星链，好像现在也终止了，改用是法国的还是英国的，是什么卫星通讯公司的提供的服务。因为这玩意儿你到时候你说要断人家，谁敢跟你玩？私人关系再好也不行。本来是要跟星链合作的，现在终止。梅洛尼在欧盟峰会上说，他说欧盟需要考虑一个比仅仅向乌克兰派遣欧洲或北约维和部队更持久的解决方案。什么方案呢？他提议北约第5条直接适用乌克兰，而无需乌克兰正式成为北约成员国。这个梅洛尼可以说是叫脑洞大开。你俄罗斯不是不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吗？那行，别加入了。但是乌克兰又要保障，要安全保障。那好，这个把北约的第5条直接适用乌克兰。他那个第5条什么意思啊？就是当一个国家遭到别的国家侵略的时候，那北约所有的成员国要一起履行义务，也帮助他抵抗侵略，直接派兵。你看看这个梅洛尼好像灵光一现，耍了个机灵，你不要加入北约啊，北约直接把第5条用在你身上，签个协议嘛。你看看，同时
时满足双方的要求。挪威议会所有政党都同意为乌克兰2025年额外拨款，使得挪威对乌克兰的援助增加1倍多，达到80亿美元，也就是挪威也要多出点血。在欧洲理事会特别会议上，除了此前商定的援助款项外，7个欧盟成员国承诺为乌克兰追加150亿欧元的财政与军事援助。这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透露说，欧盟正筹建新财政机制，支持成员国联合采购军备并转交给乌克兰。他以丹麦推动在乌发展国防生产，捷克牵头弹药供应计划为例，说明现有合作模式已有成熟的机制运作。150亿欧元资金援助的一部分将专用于提升乌军装备，这将极大增强这支杰出军队的战斗力。欧盟26国领导人声援乌克兰。当地时间3月6日举行的欧盟特别峰会，欧盟27个成员国中26国领导人就进一步对乌克兰提供支持达成协议。但是很遗憾，因为欧盟任何协议它要全票通过，只要有1票否决，你这个协议就通不过。那恰恰就有1票不同意，那谁大家都猜得到，就是匈牙利的总理鄂尔班。这个是个什么协议？这个协议据说有5点，包括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在没有基辅的情况下不会与俄罗斯进行谈判的承诺，以及维护乌克兰领土完整的承诺。然而鄂尔班拒绝了这一提议，认为这与匈牙利的立场相矛盾。这个欧盟峰会这个倡议可以说对乌克兰是一个非常好的保障，因为他说了，第一个，你谈判你不能绕过乌克兰；第二个，维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也就是乌克兰不会以土地换和平，还包括对乌克兰提供这个和平协议以后安全保障。结果这个就被鄂尔班给拒绝。那怎么办呢？根据欧洲理事会发布的这个声明关于乌克兰支持的最终决定推迟到定于3月20日举行的下一届欧盟领导人峰会。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科斯塔表示说，尽管匈牙利反对，欧盟正在寻找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方法。这个欧盟也很有意思拿这个搅屎棍子匈牙利一点辙都没有。你27个国家26个同意了，就他一个人不同意，你这玩意就过不去，还得第2次来表决。看看，我记得有一次表决是德国总理舒尔茨大声的斥责，让鄂尔班出去冷静一下。后来鄂尔班被迫投了赞成票。不知道这一次还有谁能压得住、吃得住这个鄂尔班？这个欧盟连一个小小的鄂尔班都搞不定，你怎么让人相信他能搞得定普京呢？3月6日消息，立陶宛总统瑙塞达提议将欧盟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 0.25% 用于援助乌克兰，这将使每年为乌克兰筹集430多亿欧元成为可能。这个是以前计划的200亿欧元的2倍之多。这个瑙塞达也就是立陶宛总统的这个提议，我觉得非常好，它是量化，也就是说你 GDP 的 0.25% 拿出来捐给乌克兰，这好操作，不能由着这些国家你想捐多少是多少，看着捐那不行，就是你国家 GDP 的 0.25%， 这一下乌克兰每年就要多430亿欧元的援助，这多好。说一组西方军事专家提议动用120架战斗机在乌克兰西部上空建立空中盾牌，这项名为天空盾牌的计划得到了70多位政治家和前军人的支持，包括波兰前总统、立陶宛前外长、北约和美国军队的前将领等。该计划的核心是组织 F-16、F-35 幻影、欧洲台风战斗机和鹰狮等战斗机，不仅在乌克兰西部领土上空巡逻，还包括基辅和奥德萨地区。飞机将从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的基地起飞，巡逻将使乌克兰武装部队能够将他们的飞机调往前线附近，从而加强对哈尔科夫、第聂伯罗、扎波罗热和克里维里赫的保护。该项目的作者认为这样的计划比在乌克兰部署1万名外国军人更为有效，而俄罗斯犹如航空损失将无法有效应对这种防御。联盟的飞机处于俄罗斯空天军打击范围之外，也就是派120架飞机保卫基辅和奥德萨，免于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我们再看看这个特朗普暂停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还有停止了情报共享之后，招致了一片骂声。根据媒体报道，特朗普所做的龌龊的事情还不是这一件，特朗普做了3件龌龊的事情。第一个是停止军事援助，第二个停止情报共享，这个都是加大了乌军在前线的损失。第三个是最龌龊，就是秘密和乌克兰反对派谈判，想密谋推翻泽连斯基政府。如果你说这个是媒体造谣，是子虚乌有，但是
据跟特朗普身边助手接触的乌克兰的反对派，他们的说法确实是跟特朗普身边的助手谈判了，因为媒体都在渲染这件事情，所以乌克兰的这些反对派都纷纷出来声明，他们跟特朗普谈的是内容是什么。这个波罗申科领导的乌克兰议会欧洲团结党在一份声明中回应称他是回应媒体的这个说法，他说我们不是要推动选举，而是要确保在我国战后举行自由、公平、有竞争力的选举，也就是你现在暂时选举别想了。这个季莫申科说，泽连斯基是合法的总统，应该继续履行他的总统权利。那个被普京看好的乌克兰的前总司令扎罗日内，他是怎么说的呢？扎罗日内对那个《泰晤士报》说他说美国正在威胁西方的团结并破坏世界秩序。扎罗日内强调说美国试图在没有其积极参与的情况下，将安全问题委托给欧洲，不仅仅是邪有轴心，试图重新审视世界秩序。美国正在破坏世界秩序。显然，白宫对整个西方世界的团结提出了质疑。他还警告说北约可能会停止存在，而俄罗斯可能会入侵欧洲。也扎罗日内那表现的比泽连斯基还要强硬，因为泽连斯基现在不是说乌克兰的团队马上就跟美国团队在沙特要会谈吗？而且泽连斯基还呼吁首先实现停火，什么空中海上停火。那在这个时候，扎卢日内出来放话，指责美国正在威胁西方的团结，并且破坏世界秩序，俄罗斯有可能要入侵欧洲。所以说这个特朗普泽连斯基后面下刀下手确实够卑鄙，但是却碰了钉子。也就是乌克兰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出现一个汪精卫跟这个特朗普一个调子，他们都是要反抗到底。这也反映乌克兰目前局势和这个形势，抵抗俄罗斯的侵略，这恐怕是乌克兰的一个主流民意。或许特朗普对乌克兰已经没有了办法，他手中的牌已经打完。这个我以前一直说，特朗普没有什么牌打，他对乌克兰这个三板斧，一个是停止军事援助，一个是停止情报贡献，再去把泽连斯基搞下台，这三招似乎都没有达到积极效果。再加上泽连斯基现在身段变软了，他提议停火，把这个球踢给特朗普了，而且派出团队跟美国谈，这一下球到了特朗普这儿，看你怎么办。这个特朗普今天在他控制真实社交那个平台上面，他发文表示，鉴于俄罗斯目前对乌克兰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正在强烈考虑对俄罗斯实施包括银行业在内的大规模制裁以及关税制裁，直到达成停火和最终和平协议。特朗普还敦促俄罗斯和乌克兰坐到谈判桌上。这个特朗普他多次跟记者表示，他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希望达成协议，只有他知道为什么俄罗斯想要达成协议。在椭圆形办公室与记者继续交流时，特朗普还分享了他对结束乌克兰战争谈判前景的看法。他说，我认为乌克兰希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别无选择。我还认为俄罗斯也希望达成协议，因为在某种不同的意义上，只有我知道另一种意义上，他们也没有选择。特朗普说道，但他没有进一步解释他的想法。这个特朗普他又卖官司，竞选总统的时候说了24小时停火，然后记者追问，等你怎么停火呢？你有什么措施不能说，现在保密。现在多少应该40多个24小时过去了，也没看见停火。他的俄乌特使凯洛格今天跟媒体说，他说总统虽然说了24小时，但是并没有说从哪一天算起。那凯洛格的意思就是签协议签那个字要24小时，签个字要24小时。你说这叫什么话？当然也不能怪特朗普，毕竟有的国家说过，按某些国家解释，这24小时是一种修辞手法，就类比如无上限，你们当真了，那是一种修辞手法，就表示很快。这么一解释，好像半斤八两，乌鸦站在猪身上，谁也别笑话。凯洛格跟记者说这个的时候嘴角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大概的意思也是，这也是一个修辞手法，你们还当真了。那么特朗普为什么今天在社交媒体上扬言要对俄罗斯施压了呢？我在以前节目一直说，特朗普他就是个商人，他觉得自己要拿诺贝尔和平奖，他要停战。首先第一个，他要站中间，他居中调停，既不能倒向乌克兰，也不能倒向俄罗斯。那现在这双方打得难分难解，特朗普又希望马上停火，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两头施压，先 PUA 压这个乌克兰，把这乌克兰压服了之后，再回头去压俄罗斯，对吧？这不就是商人的谈判技巧吗？两边 PUA。这我在以前节目一直说，你不要看特朗普说什么，你要看他做什么。在我看来，特朗普他对乌克兰做过了，他在 PUA， 他在污蔑这个乌克兰，他在这个打击泽连斯基的时候，我都没有说过特朗普。
我说他是一个商人，这是他的一个手段。他如果不打击乌克兰的预期，那乌克兰不可能做出任何让步，他也不可能坐到谈判桌上。但是你极限施压归极限施压，你不能过界，你不能过红线的。红线你不能停军事援助，你不能停拜登已经批好的军事援助，你不能停情报共享。还有那么多海马斯在乌克兰战场上工作呢，你把情报停了，那不就成了废铁，连风暴阴影都用不了，你这不是草菅人命吗？这个弯过了。那现在看他怎么给俄罗斯施压，看看他跟普京怎么斗法。如果对普京小骂大帮忙，那就说明他给普京跪下了。如果对普京也来狠的，比如说关税这个都无所谓，因为乌克兰因为俄罗斯跟美国恐怕也没多少贸易，美国的油矿就是核电厂材料原料还从俄罗斯买，你加关税害你自己。但是真正对俄罗斯的打击有效的对银行业的制裁，加大对俄罗斯银行业制裁。第一个把俄罗斯所有的银行从 SWIFT 这系统踢出去，第二个要求全世界所有的银行站队，就是在卢布和美元之间你选一个，你要去开展卢布业务，你就没有权利开展美元业务，就对你进行制裁，逼这些银行不敢跟俄罗斯开展任何业务。这下俄罗斯真正的就孤立，没法做业务，连汇款都汇不了。你看看特朗普敢不敢这么干，彻底的掐断这个俄罗斯的血管。要么作为对普京的施压，你给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阿帕奇直升机，对吧？给他升级，允许乌克兰用这些武器打击俄罗斯纵深，这才就是给普京施压。乌克兰在战场上越掌握主动权，这个特朗普越好谈判。特朗普压乌克兰、压泽连斯基已经过了红线，那看他压普京，他敢不敢过红线？如果他敢过红线，那说明特朗普并没有叫欺软怕硬。虽然他欺软了，他也欺负硬的，那就是扯平了。我在有一期节目说了，特朗普欺负弱小，他做到了。那不畏强权，看看他能不能做得到。普京也放话了，特别军事行动要继续进行，要取得全面胜利，就这意思啊。这个俄罗斯驻英国大使称，俄罗斯告诉美国，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承认新领土现实。乌东4州属于俄罗斯已经被纳入宪法，俄方将继续坚持要求乌军撤出相关控制区，也就是扎波罗热、赫尔松，还有一半的地方是被乌军控制着。这个普京居然要求乌军撤出，那就看特朗普你怎么给普京施压吧。这个俄罗斯的小兄弟也出来表态了，终于轮到俄罗斯的小兄弟露脸，叫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吉安组织这不是都是俄罗斯的小兄弟吗？这个秘书长表示如果欧洲向乌克兰派遣军队，该组织准备做出反应。他说，如果出现此类风险，吉安组织将准备提供各种援助方案。这个秘书长叫什么？塔斯马加姆别托夫表示但未具体说明是哪些方案。这个我知道，一旦欧洲向乌克兰派遣军队，这吉安组织做出反应，提供各种方案，这个方案就是立即解散，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谁还跟你俄罗斯后面混，早点上火，免得到时候要负连带责任。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